下晝進行嘅甲組足球聯賽，海帆1比0贏警察，而蒙地卡羅就6比0大勝華聯，5戰全勝，重登榜首位置。譚友新報道。星期天球場旁邊嘅莊照打咁嘅比賽都照打㗎，澳門真係與別不同。黃衫嘅蒙地卡羅趁華聯初段未夠人，少打過陳建升遠射得手。當陣時就係開波嘅7分鐘，相隔3分鐘，陳建升快一步又搞掂㗎。第一個年青球員比圖連門將都過埋，咁輕鬆趟入空門，蒙地卡羅領先到3比0。如取如攜嘅蒙地卡羅正讓第一時間熱傳，造就陳建升上演個人武車法。今季首度披甲嘅前廣東嘅林超明，咁完半場前呢下遠射得手，為蒙地卡羅將比數拋開到5球。換邊後蒙地卡羅稍為放慢節奏，但最後仍然由鍾冠勤射成6比0完場。5戰全勝嘅蒙地卡羅有2分優勢，力壓翻藍髮重奪榜首位置。同日黃衫嘅海帆由廣州外援陳仲榮喺下半場10分鐘，咁連大細龍門都搞掂埋，一戰定江山，帶領球隊1比0小勝警察。佢哋暫時同皇朝有10分，並列第3位。